如果我哋今次咧喺下邊入邊咧揀3條幾何條去製作一個三角形，咁就問你可以組成幾多個唔同嘅三角形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 Math Concept 筲箕灣分校嘅中心主管 Mr. Quinton。咁今日咧，我會想同大家講翻我哋上年2025年度 Math Conception 3年班題目入邊答對率比較低嘅5條題目之一，佢就係第37題啦。如果兩個三角形嘅邊長相等咧，我哋會當佢係同一個三角形咧，就淨係計一次嘅。咁其實呢一個咧係考小朋友咧對三角形三條邊嘅關係嘅認識。咁其實咧唔係任何三條邊都砌到三角形嘅喎，因為嗰三條邊咧其實係會有個關係，就係咧其中2條邊咧加埋一定要比第3條邊長嘅，或者可以再直接啲講就係咧最短嗰2條邊將佢相加嘅話咧，一定要比最長嗰條邊長嘅。咁所以呢個題目咧，我會用一個列舉嘅法去睇翻有冇話邊啲組合係符合呢個關係咧？咁所以我哋會整到一個三角形出嚟啦。咁我哋方便啲起見咧，咁我哋可能幫佢改咗名先啦。咁我當最短嗰2條邊咧，第一條做第一條邊，第二條做第二條邊。咁最長嗰條邊咧，我叫佢做第3條邊。咁所以第3條邊咧，咁我哋咧需要點樣咧？就係首先唔可以短過頭嗰2條邊啦。或者咧，同佢一樣都得，因為我哋呢個世界咧，其實係有一個叫等腰三角形，咁就係有2條邊相等嘅三角形啦。同埋就係咧，要比第1條邊加第2條邊要細。咁我哋知道揾第3條邊要符合呢幾個關係咯。好，咁我由最細嘅數字開始睇起先。咁我哋第1條邊做1，第2條邊做2。咁我哋兩個數字加埋咧，就會等於3啦。所以今次我哋要揀嘅嗰個第3條邊咧，係需要同第2條邊，即係同呢個數字比較，係需要同佢一樣，或者比佢長，咁即係由2開始啦。好啦，咁同一時間咧，要俾佢哋兩個相加出嚟個數咧，要比右邊呢個數咧，要比佢細嘅。咁所以咧，又要2以上，但係又要細過3嘅話咧，咁其實即係得返2可以揀啦。咁你會見到上邊啦，因為我已經用咗一條1 cm。一條2 cm， 我冇再多一條2 cm 喎。咁即係代表咧，我哋用1 cm 同2 cm 嘅組合咧，咁就砌唔到其他三角形出嚟啦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哋不如再試下其他組合啦，譬如1+4、1+6、1+7同1+9。咁我哋將佢全部加埋嘅話咧，咁然後再睇翻第3條邊嘅可能性啦，就係啦，由4開始數，4或者以上，但係又要細過5嘅，即係4啦，淨係得個4可以符合呢個條件。咦，咁你會見到啦，有一條1，一條4，亦都有多一條4喎。咁即係話我哋可以用呢3條邊，一條係1，一條係4，一條4咧，咁就可以砌到第一個三角形出嚟啦。咁我哋繼續睇埋其他嗰啲啦。我哋要比6大，但又要細過7，即係得6符合呢個條件啦。咁所以一樣啦，一條1，一條6同一條6，咁可以砌到第2個三角形。跟住啦，由7開始數，但又要細過8，咁即係話佢哋之間嘅數字得7。咁但係你要見到咧，因為7 cm 得一條邊嘅關係咧，咁所以我哋已經攞咗佢做第2條邊咧，我哋就冇第3條7喺度咧，咁所以咧呢個1同7咧，呢個就砌唔到一個三角形出嚟啦。咁同樣地啦，9同10之間咧，咁我哋有9呢個數字喺中間，咁都係啦，因為有2個9 cm 嘅關係咧，咁所以我哋可以砌到一個199嘅三角形。咁同樣地啦，咁我哋試晒1嘅組合之後咧，咁我哋可以試埋其他唔同長度嘅組合啦。譬如啦，我哋寫晒出嚟先，2+4、2+6。咁2+1可以唔使再試，係因為2+1其實同1+2係一樣嘅啫。咁所以我哋就直接揀一啲比2大嘅數字去加上去啦。2+7、2+9、4+4、4+6、4+7同4+9，跟住6+6、6+7、6+9。同埋7+9，咁9+9其實可以唔使試都得，因為咧2條9就已經係最長嘅邊噶啦嘛，冇一條更加長過去嘅邊可以做到一個三角形咯。咁所以而家又係睇翻啦，4同6之間咧，咁有4同5，咁所以你會見到，咦，我哋有多一個4喺度，咁所以我哋可以用244去砌到一個三角形。咁6同8之間咧，咁就有6同7，咁所以我哋會砌到266同埋267兩個三角形。7同9之間咧，有7同8喺度，因為冇多一條7嘅關係啦，同埋我哋都冇8 cm 長嘅關係啦，所以2同7呢個咧，我哋砌唔到三角形。跟住啦，9同11中間咧，有9同10，
咁係啦，我哋有多一條9cm 嘅邊，咁所以就可以用一個299去砌到一個三角形。跟住4嘅話咧，4同8之間咧，咁就有4至7啦。睇翻咧，我哋應該會可以用一個446同一個447。跟住6同10之間咧，咁就係6至9，咁就可以有個466、467同埋469。跟住7至11之間咧，咁我哋就可以砌到個479。9同13之間咧，咁只可以砌到個499。6同12之間咧，咁可以砌到個667同埋669。跟住7至13之間咧，咁就可以砌到679。9至15之間咧，咁我哋有個9，咁就699。跟住9至16之間咧，咁就可以有多條9，咁就799咁樣啦。咁所以我哋揾晒咁多個組合出嚟之後啦，咁你可以數翻咧，咁我哋 total 就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咁所以總共咧，我哋會揾到有19個三角形。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嘅比賽奧數題解，咁歡迎繼續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